Roadshow 同埋義務工作發展局合辦嘅第6屆香港傑出義工獎，今年舉行咗一系列名為無私奉獻嘅行義活動，關懷社會上邊有需要嘅人士。經過咗大半年嘅行義活動之後，終於嚟到頒獎禮。今年更加邀請到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女士擔任主禮嘉賓，表揚行義精神。在座咁多位咁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嘅朋友，你哋係一定一個有心人。我哋係個個都講心同講金。義工默默付出，對別人嘅關懷同對社會嘅承擔，令人由衷敬佩。喺風風雨雨裏邊咧，你哋係幫咗好多嘅人，係可以重見彩虹嘅。今年共有6位個人義工、6個義工團隊同埋3個企業獲獎，全部嘅得獎單位皆有10年到30年嘅義務工作經驗，絕對係社會大眾嘅學習典範。呢一個咧，我都知道係一個好有份量、好有重量嘅獎嚟嘅。喺呢個義工業界咧，其實都係即係好出名啦。成個團隊30人咧，其實都係好興奮同埋好愉快嘅。我哋好希望咧，通過我哋醫院嘅義工，咁多位義工嘅參與咧，幫到一啲復康嘅病人，能夠通過藝術治療呢一個手法，令至到手眼腦嘅協調，促進康復。咁我哋希望呢一個義工服務咧，繼續發揚光大，可以幫到更加多嘅病人。我哋係好衷心多謝我哋香港賽會嘅所有義工，鍥而不捨咁樣為我哋無私嘅奉獻。喺呢度希望我哋大家都係可以繼續持續呢個義工服務嘅精神，助人自助，用生命影響生命。攞呢個獎絕對係一個 bonus， 但係會係一個好大鼓勵，因為社會見證到究竟青少年嘅義工服務會係點樣。咁我哋希望喺嚟緊嘅將來，我哋可以繼續努力啦，推動到我哋不論係筲箕灣區，甚至全香港嘅鄰舍之間嘅關係。